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的解放军最近一直咧军事演习。为昨开始，伫中国的沿海，用要逐工拢有，敢若8月份就超过10场，甚至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阁来报讲，伫台湾的上空来演习，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中国安尼甲台湾吓制造紧张的情势，咱的国防部嘛毋是塑胶做的，嘛来放送着咱就有震撼力的演习的影片，要拼大家来拼。也毋过军事专家认为，要安尼甲中国呛声，不如就呼吁咱台湾人都爱团结。靠意义，伫咧台湾、甲美国、甲中国这个三角关系内底，咱台湾也是爱坚持咱家己的自主性。中国央广军事台19发布解放军伫东海实战演习的影片，勇士更加讲伫台湾上空演习，无可能引发咱方国安高层的重视。为了阻挡中国恐吓，国防部列发3港的影片。这段1分18秒影片一日出来，震撼效果引起讨论，较无3天，国防部伫8月23日天又有新的影片。现在个人交法讲爱团结，影片是生冷后硬。我们目前的这个军力相对而言，在现在这个当口是并不适合去做一个主动的类似这样一个宣示那我个人觉得是就让国内民众可以放心、可以安心、可以安居乐业，主要还是以这个诉求为主啦。国防袂使干那靠影片尔，即马等你甲美国买武器。And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ow on a number of hardware capabilities, including coastal defense cruise missiles. 讲的就是俗称的汽车飞弹。国防部他们过去通常是对在协调中的这些或者说在进行中的这些军购案，他们本身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的，的确跟过去的做法不一样。是讲军事专家嘛提醒讲，伫台美关系愈来愈好的时阵，台湾议员都要维持自主性，美中台关系都要好好啊尊重。